各位 Parallel fans 們注意，你哋準備好升級你嘅 Parallel 版圖未呢？今日嘅影片會為你介紹另一套令人驚嘆嘅必備配件，全面提升你 Parallel 精選套裝2025嘅玩樂體驗。即刻開始啦！以下就係你唔可以錯過嘅必備配件。我哋仲會用到以下 Parallel 精選套裝2025嘅配件。R02 1/2直線路軌 ，R13 單幅線路軌轉切器 ，J03 小鐵橋 ，J05 吊橋 ，R01 直線路軌。R03 彎軌路軌，呢啲配件唔只係一件裝飾，仲會為你嘅設計帶嚟全新改變。而家同我哋一齊將佢哋迅速組合起嚟啦！見證所有配件完美接合，轉變成一個充滿活力嘅鐵路版圖。加入我哋嘅創意旅程，擴展你嘅 Parallel 宇宙。唔好錯過咁好嘅機會，快啲睇埋下一條片啦！一齊探索更多令人興奮嘅冒險，創造終極嘅 Parallel 體驗。